個世界之間，係兩個世界之間。Between two worlds， 有啲嘢睇唔到，變新鮮，歪則寫低咗，但真實藏喺暗角。Hidden truth in between， 學識點樣適應 to adapt， 未講出口嘅 unspoken word 先至最重要，未寫低嘅乖 rule 先至決定一切 decide everything。 Hello， 歡迎嚟到 Between。 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傾一個問題，點解一個為咗令供求平衡而設嘅系統會令情況變得更加唔平衡？SOP 會議並唔會產生個需求嘅數字，佢只係接受個數字。需求方即係代表客戶未來會買啲乜嘅個數，係喺 SOP 會議之前一個規劃步驟裡面出嚟嘅，就係需求檢討、預測流程、每個月銷售、市場推廣同商業規劃團隊由歷史數據、市場信號同銷售判斷去建立嘅一個對未來需求嘅估算。呢個估算，正如上一集已經記錄過，帶住一個系統性嘅向上偏差。最接近客戶嘅人，銷售團隊都係嗰啲薪酬結構令誠實預測喺財務上唔最優嘅人。佢哋帶入需求檢討會議嘅預測，傾向高估客戶實際會買嘅嘢，唔係透過欺騙，而係透過獎勵結構喺人類判斷上一個可預測嘅運作。當 SOP 會議收到個數字嘅時候，佢並唔會質疑佢會接受呢個數字作為方程式嘅需求方，然之後喺呢個基礎上建立供應嘅計劃。生產排程要對呢個需求數字，採購訂單對佢下，安全庫存計算對佢跑，所有下游嘅營運承諾都係建立喺同一個喺預測會議裏面冇人完全相信嘅基礎之上。呢個先係最奇怪嘅一部分，一個大家心裏面都知道係錯嘅數字，被當成真確嘅去運作。一個帶住偏差嘅需求數字進入供應計劃嘅後果，並唔係抽象嘅，佢係可以追蹤嘅。透過一個供應鏈研究院由1990年代開始已經記錄嘅機制——牛鞭效應。牛鞭效應描述嘅係需求信號嘅變異性喺向上游穿越供應鏈嘅時候會被放大。零售商向分銷商下訂單，分銷商向製造商下訂單，製造商向供應商下訂單。喺每一層個訂單所帶嘅變異，都大過下一層真正嘅消費者需求。喺零售層面睇落係一個溫和嘅需求波動，喺供應商層面就係一個顯著嘅波幅。條邊嘅把手輕輕喐一下，條邊嘅尖端就會炸開。實證研究發現，牛鞭效應喺分銷商層面出現，大約有90%嘅產品都有。喺合適嘅條件下消除佢，可以將產品利潤率提升10%到30%。產生牛鞭嘅4個機制已經被記錄清楚。需求信號處理，每一層都係從訂單去做預測，而唔係從消費者需求去做。配額行為，當供應緊張嘅時候，買方會誇大訂單。訂單批量處理，訂單係定期下嘅，而唔係持續咁下。同埋價格變動，促銷活動會引發下單潮。SOP 一部分就係為咗處理第一個機制而設計嘅，建立一個共享嘅需求信號，令供應鏈嘅所有層級都可以據此規劃，而唔係每一層都由下一層接收到嘅扭曲信號去做預測。
SOP 作為牛鞭緩解工具嘅理論理據係站得住腳嘅。如果每一個職能都由同一個需求信號去做規劃，驅動放大嘅資訊扭曲應該會被減少。喺一啲真正達到跨規劃層級資訊共享嘅組織裏面，呢一點喺實證上係成立嘅。但係 SOP 亦都可以放大牛鞭效應，喺一啲特定嘅條件下，而呢啲條件剛好描述咗大多數組織實際嘅做法。第一個放大機制，每月批量處理。SOP 將規劃決策整合喺一個月度嘅節奏裏面。訂單批量處理，即係定期下大訂單，而唔係持續咁下小訂單，就係牛鞭放大嘅4個根源之一。一個月度嘅 SOP 週期，將需求信號批量處理成月度嘅承諾訂單，係可以引入而唔係減少供應鏈變異性嘅。第二個機制更加重大，偏差嘅制度化。當進入 SOP 流程嘅需求信號已經被銷售嘅樂觀情緒吹脹咗，而 SOP 流程接受呢個信號而冇做修正，佢就將一個預測上嘅統計誤差轉化成一個承諾嘅營運計劃。生產派程對呢個吹脹咗嘅數字定，採購訂單就住呢個數字出，每一層上游都接收到一個睇落好似係需求信號嘅嘢，但實際上佢係一個組織嘅偏差，以承諾訂單嘅形式表達出嚟。供應商觀察到嘅嘢睇落係需求波動，佢哋回應嘅方式就係建立自己嘅安全緩衝。原本喺預測會議源頭處嘅一個輕微偏差，就會通過供應鏈嘅每一層放大，一個會議室裏面嘅誤差變成一個分佈喺整個供應網絡嘅庫存問題。喺呢個過程裏面，冇任何一個人做錯任何嘢，每一個人都係按住佢面前嘅信息做出一個合理嘅回應。但係當所有合理嘅回應加埋一齊嘅時候，整體嘅系統就會表現出一種類似瘋狂嘅行為。呢個級聯效應有一個可識別嘅模式，預測跑得高， SOP 流程將呢個高數字鎖入生產承諾裏面，庫存累積，被期望嘅需求並冇喺預測嘅水平上實現，生產速率被削減，有時削得好狠。建立產能去迎合睇落好似係增長嘅需求嘅供應商，突然接到訂單削減，供應鏈由過度訂購擺檔去到訂購不足。下一個規劃週期就會由上一個週期仍未清嘅庫存積壓開始。驅動呢個模式嘅嘢唔係市場嘅波動，而係組織嘅偏差，被一個原本設計嚟調和商業同營運現實嘅規劃流程接受咗，但呢個流程缺乏可以真正質疑佢所接收嘅需求信號嘅治理結構。個05，需求減供應等於0，始終差少少就得到。唔係主要因為市場係不可預測嘅，而係因為產生供應計劃嘅嗰個規劃流程嘅輸入已經朝住一個可預測嘅方向錯咗，而本可以修正佢嘅嗰個會議並冇擁有權威，亦冇有授權去做呢件事，就係咁。
隱藏生存 adapt hide survive 喺奮起裏揾到自己 in the gaps between 我哋繼續前行 keep moving forward 留低啲空間留低啲寄望 leave question 唔係所有距離 not every distance needs to be closed 有啲縫隙 our answers themselves